周姑娘啊，我聽講智障人士因為屬於精神上冇行為能力嘅人士，所以咧係唔可以申請公屋㗎喎，係咪真㗎？其實我係輕度智能嘅，我屋企所有嘅家務啦、交屋租，連個廁所塞咗揾人嚟維修啊，都係我一腳踢㗎。我屋企人咧都好放心咧，俾我處理屋企嘅大小事務嘅。其實我完全可以獨立生活㗎喎，點解我就唔可以申請公屋自己住呢？香港房屋署同埋香港房屋委員會嘅公屋申請政策咧，冇特定邊一條條例咧指明智障嘅人士係唔可以申請公屋㗎喎。但係智障人士咧同其他香港市民咧一樣咧，根據香港嘅法例第283章房屋條例，賦予房屋署咧制定房屋政策嘅權力，只要符合以下申請嘅資格就可以申請㗎啦。第一就係申請人咧要年滿18歲，第二咧就有居港權，第三就係入息資產咧唔可以超過規定嘅限額嘅，第四就係申請人同埋佢屋企人係唔可以擁有任何嘅住宅物業㗎。由以上嘅申請資格可以睇到，只要符合以上嘅條件，智障人士都可以申請公屋㗎。但係咧，監護人咧就要考慮佢哋係咪真係可以咧自己獨立生活啦。喺生活上面咧，隨時會有好多危機嘅事件發生，一有不慎咧就會造成好大嘅傷害㗎啦。咁如果屋企人能夠安排適合嘅人去照顧佢哋，咁咪就冇問題咯。咩叫做適合嘅人呢？如果嗰個智障人士自我照顧能力不足而引致呢個危險或者嚴重嘅傷害，房署咧喺審批同埋編排呢個公屋嘅時候咧，認為申請人屬於精神上無行為能力而完全咧缺乏自我照顧同獨立生活嘅能力，房署咧一般咧唔會咧批出呢個單位俾佢哋獨居嘅，以免咧構成咗嚴重嘅安全嘅風險，所以房署會轉介個案去社會福利署跟進㗎。房屋署會結合呢個醫管局或者社會福利署嘅專業人士咧進行呢個評估，判斷申請人咧係咪具備呢個獨立生活嘅實際能力。如果當事人咧缺乏獨立照顧自己、管理財產或者事務嘅能力嘅話咧，通常咧都需要健康嘅成年親屬啊作為家庭成員咧同佢哋一齊申請㗎喎。就以我自己為例啊，好多呢個輕度智障嘅人士咧都好叻㗎，能夠咧獨立生活。房署會唔會因為佢哋係輕度智障而唔派呢個公屋單位俾佢哋獨居㗎？房署咧係會批出呢個公屋單位咧俾具備獨立生活能力嘅輕度智障人士獨居嘅，但係前提係申請人咧必須要符合公屋申請嘅基本資格，而且能夠通過相關嘅專業評估，證明咧佢哋係具備自我照顧能力先至可以批㗎。你嘅意思係審批嘅關鍵係佢哋喺社署評估後咧有呢個獨立嘅生活能力，房署咧先會批出呢個公屋俾佢哋咧獨立生活。咁包括啲咩方面嘅能力啊？當中包括咗起居飲食、個人衛生、應付突發事件嘅能力。如果評估通過咗咧，就有機會獲派一人嘅單位。如果佢哋可以獨居，但係仍然需要咧輕度嘅協助嘅話咧，社工咧通常會轉介佢哋去呢個地區支援中心，確保佢哋獨居嘅安全嘅。咁即係我可以申請，但係要通過獨立生活能力評估咧，先至獲派呢個公屋單位啦。咁明白晒啦，多謝晒你啊！